今日帶大家睇嘅呢個盤唔單止係中山頂豪，仲係大灣區獨一份新加坡定制式大平層，直接對標新加坡頂流豪宅 Pekan Lawa。冇錯，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英聯喜匯。講到豪宅地段先至係靈魂，呢個盤就坐落於中山東區金融 CBD 核心區，呢度係中山公認嘅富人區，周邊有易翠園、紫馬天府、水雲軒等高端社區林立，全部都係聚集咗中山頂尖嘅圈層人物。酒店式入戶大堂，挑高設計配升級裝修，落車步入大堂上樓，私密性同尊貴感拉滿，每一步都有俾尊重嘅感覺。小區打造嘅係立體空中度假園林，6位數嘅羅漢松坐鎮，一步一景，綠樹成蔭，就好似將新加坡花園搬入社區，仲有專屬私密沙龍喺呢度鄰居，唔單止係鄰居，更係潛在嘅生意夥伴，圈層價值直接拉滿。成個樓盤分2個地塊，但總共得128席，容積率低至 1.5。喺 CBD 核心區位上，低密加小席數，意味住純粹高度嘅圈層同絕對安靜嘅私人領地，呢啲都唔係隨便有錢就可以買到嘅稀缺資源。除咗園林同稀缺性，外立面一樣係頂豪水準。區別於其他 4.0 產品，英聯喜匯嘅外立面好似波浪咁錯落有致。就猶如你嘅人生在外打拼，波瀾壯闊，返屋企就歸於心如止水嘅安寧，既有鋒芒，亦有歸處。示範單位係203平方，車闊大平層，3米3層高，比普通住宅高出一大截。超大開間，270度環幕視野，盡覽東區天際線，採光同面寬都非常好。從新加坡頂豪設計嘅設計理念，到東區 CBD 核心地段，再到 1.5 低密加128席嘅純粹圈層，英聯喜匯真正做到咗出則繁華，入則寧靜。400萬左右嘅預算就可以買到一張灣區頂豪嘅入場券。住喺呢度唔單止係豪宅咁簡單，更是擁有一個純粹嘅圈層同身份嘅象徵。如果你有興趣了解，歡迎私信留言。